基础台语第4集，这集来读《寒窑赋》这篇文章。作者李梦静，捌做过乞食，后来做甲宰相。我的标注注音，搁分别标示单字音的分调、复合音的变调。有需要的人自行做拼音练习、变调规则的练习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夜工百足，行不及蛇。家家一大杯不如遮。马有千里之庭，无人不能自往。人有灵魂之志，非运不能听达。文章解释：孔子上困伫丹邦，武力超群，太公衰著伫渭水。道一年长，毋是善良之辈。颜回命底，实非凶恶之徒。尧舜至圣，却生不孝之子。瞽叟冤呆，反生大圣之儿。瞽叟就是舜帝阿爸。张良原是布衣，萧何称为权利。颜子身无五尺，封为齐国首相。孔明饥饿草庐，能做蜀汉军师。韩信无百家之力，封为汉朝大将。平东有安邦之治，斗老半官无方。李广有射虎之威，哪夜将心不地。楚王虽雄，难免乌江自刎。汉王虽弱，却有江山万里。满腹经纶，白发不地。才疏学浅，少年登科。有生父而后贫，有生贫而后富。骄良袂愚，潜身伫虚实之间。君子失时，拱手伫小人之下。天不得时，日月无光。地不得时，草木不长。水不得时，风浪不平。人不得时，礼运不通。实时也，有在洛阳。日头生烟，夜宿寒窑。布衣不能杂其体，淡竹不能充其机。上人精，下人言，该言有之见也。有月非我见也，乃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有及第登科，官子极品，位列三公。有踏百僚之状，有斩逼人之气。出即壮士一鞭，入即佳人芳远。思伊即有綾罗银缎，思失即有山珍海味。上人宠，下人仰，人皆仰慕。言
牛之贵也。有月非我贵也，乃时也、运也、命也。盖人生在世，富贵不可旁，贫贱不可欺。此乃天地循环，奖励福属者也。